滿頒獎禮嘅掌聲仲未散盡，電視城嘅權力格局就暗潮湧動。TVB 嘅天喺曾志偉卸下總經理職務仲唔夠一個星期，就徹底變咗樣，高層派系劍拔弩張，藝人呢邊亦都人心惶惶。而就喺呢一場內亂嘅漩渦中心，一個熟悉嘅身影悄悄擺開咗對抗嘅架勢。石榴姐阮瓊丹帶住千萬資金自立門戶，反手就簽下咗 TVB 視帝陳山聰，仲暗中拉攏離巢藝人，俾本就搖搖欲墜嘅 TVB 再添一重打擊。呢一場精心謀劃嘅倒戈，到底係港娛老輩嘅破局嘗試，定係 TVB 走向徹底衰敗嘅開始？邊個都估唔到，近期萬千星輝頒獎典禮上嘅風光，會係曾志偉喺 TVB 嘅權力場嘅最後亮相。更諷刺嘅係，呢一次徹底退場嘅體面，連24小時都維持唔到。曾志偉卸任嘅消息一出嚟，佢力推嘅改革項目即刻被擱置，親手捧紅嘅中年好聲音製作團隊被邊緣化，選手們亦都被調離咗核心資源位。曾經一啲藏喺台面下嘅派系恩怨就徹底擺到咗明處。樂易玲同曾麗珍呢一對鬥咗半世人嘅宿敵，又一次擺開咗對決嘅陣仗。事實上，呢一種派系內鬥喺 TVB 從來都唔係秘密。早年佘詩曼為咗衝擊視後，特意擺酒宴請陳志雲、樂易玲站台，就係圈內人都知道嘅站隊名場面。如今爭鬥升級，最慘嘅係夾喺中間嘅藝人，合約到期嘅被故意拖住唔續約，資源話凍結就凍結，明確站咗隊嘅，要麼被力捧到資源飽和，要麼被雪藏到徹底冇咗消息。據 TVB 內部人士爆料，近期唔少藝人都私底下聯絡外面嘅經紀公司，早早就為咗離開鋪路。呢一場無休止嘅內耗，正一點一點咁掏空 TVB 嘅根基，而呢一切都俾阮瓊丹看在眼裏，記在心裏，悄悄盤算着自己嘅計劃。就喺電視城高層鬥得你死我活，藝人個個提心吊膽嘅時候，60幾歲嘅阮瓊丹卻突然谷咗個大招。近日媒體陸續爆出消息，佢已經豪擲千萬成立咗藝人經紀兼直播運營公司。第一個重磅簽約嘅對象就係 TVB 視帝陳山聰。呢一手簡直係往 TVB 嘅心口度捅咗一刀。陳山聰同 TVB 嘅關係本就好微妙，佢憑住實力攞下視帝，卻始終唔肯簽長約。早年仲因為私人戀情被樂易玲暗暗嘲諷無心拍劇，合作一度被凍結。如今 TVB 派系動盪，佢嘅資源亦都肉眼可見咁樣縮水，多部待播劇被壓到上唔到檔。阮瓊丹正好趁呢一個空檔，用自由嘅發展空間同埋豐厚嘅分成，順理成章咁將呢一位視帝挖到咗自己嘅麾下。講起身，兩個人早有交情，以前喺 TVB 合作過劇集，私交亦都一直唔錯。呢個都為今次合作鋪好咗路。簽咗陳山聰只係阮瓊丹佈局嘅第一步，佢嘅新公司正喺度暗中聯絡一批從 TVB 離巢或者被邊緣化嘅藝人，湊起咗一支所謂嘅失業大軍。呢一批人裏邊既有被派系鬥爭連累而冷藏嘅老戲骨，亦都有熬唔到出頭嘅新生代演員，甚至仲有幾位擅長做綜藝嘅主持人。阮瓊丹俾佢哋鋪咗好多條出路，譬如直播帶貨、大陸商演、拍短視頻，同 TVB 嗰套死板嘅合作體系形成咗鮮明嘅對比。有人話佢呢個係公然同 TVB 對着幹。阮瓊丹喺近期嘅訪談裏邊亦都冇收收埋埋，隱晦咁樣表示藝人唔應該俾平台綁死，邊度有盼頭就邊度去，態度直白又硬氣。能夠豪擲千萬開公司，挖走視帝，仲養活藝人團隊，阮瓊丹嘅底氣早就唔係 TVB 嗰點片酬可以支撐噶啦。呢位憑住石榴姐段十娘深入人心嘅老戲骨，早早就跳出咗演員嘅舒適圈，把生意做得有聲有色，完成咗從藝人到商人嘅轉型。早年間佢就開咗17年嘅生髮中心，生意一直穩定盈利。後來仲大舉進軍餐飲業，
一口氣開咗上百間牛雜店。雖然話後來因為疫情影響全部執咗，蝕咗唔少錢，但係都賺下咗實打實嘅經營經驗。真正令佢賺到盆滿缽滿嘅係近幾年嘅直播帶貨。23年底佢宣布暫時息影，一門心思中落直播圈，憑住開朗接地氣嘅性格同埋深厚嘅觀眾緣，好快做出咗成績。從單場100萬營業額做到4場直播營收突破200萬人民幣，賺嘅佣金比拍戲多得多。除此之外，佢仲精準踩中咗懷舊嘅風口，同埋溫兆倫、江華等老牌港星一齊跑大陸景區商演，重現經典角色，唱粵語老歌，人氣一直都好高。更加難得嘅係，佢同玻璃大王黃乃洋結婚多年，經濟上各自獨立，從來冇向老公要過1分錢。如今嘅商業版圖全靠自己一步一步咁樣拼出嚟。近期佢仲計劃開直播帶貨培訓課，甚至要喺香港建專屬嘅直播平台，野心真係唔少。講起身，佢同 TVB 嘅隔閡亦都唔係1日2日啦。早年喺拍《皆大歡喜》時裝版嘅時候，就同薛家燕因為拍劇鬧過矛盾。事後雖然稱唔嬲，但係亦都放話5年內難再同台食飯。佢仲唔止一次耿直咁樣吐槽 TVB 嘅制度老舊，拍劇效率低，編劇資源跟唔上，甚至直接話3-5年內唔返 TVB 拍戲。如今自立門戶挖老東家嘅人，更加似係將多年嘅不滿一次性發洩出嚟。阮瓊丹之所以可以一呼百應，本質上都係 TVB 嘅藝人生態早就爛咗根。近期 TVB 藝人離巢變動嘅消息就冇斷過，從老戲骨到新生代，人心散到離譜。67歲嘅魯振順雖然話喺度同公司傾緊續約，嘴度講做生不如做熟，但亦都坦言近幾年嘅收入大幅減少。江華、林俊賢、羅家英呢啲老戲骨更加紮堆跑去大陸景區商演，靠賣情懷賺翻酬勞。有藝人甚至頂着高溫着戲服演出到中暑，亦都只可以硬撐。有中年藝人亦都喺度諗緊辦法自保，唔少人改簽咗部頭合約，減少對 TVB 嘅拍戲時長，將精力投放喺大陸綜藝短視頻領域，就怕俾派系爭鬥波及。新生代藝人嘅流失更加嚴重，唔少啱啱出道嘅新人睇唔到出頭嘅希望，要麼解約轉行，要麼就簽去大陸嘅小經紀公司。講到底 TVB 嗰套死板嘅合約規矩就係最大嘅問題。新人簽經紀人合約，收入固定，仲冇自主權，就算走紅之後簽部頭合約，亦都會被拍戲時長、資源分配捆住手腳，冇辦法自由接出邊嘅工作。反觀阮瓊丹嘅公司，唔單止合作模式靈活，仲可以根據藝人嘅情況量身規劃出路，吸引自然冇辦法比。更加致命嘅係 TVB 嘅劇集質量大不如前，除咗少數嘅幾部爆款，大多數嘅作品收視同埋口碑都唔得。藝人想靠作品出圈難過登天，留喺 TVB 嘅性價比越嚟越低。曾志偉在任時亦都諗過補救，邀請離巢藝人回巢，推進大陸合作，但係呢啲辦法都係治標唔治本。如今佢一卸任，藝人出逃潮只會越嚟越嚴重，留唔住藝人，高層內耗不斷， TVB 嘅困境早就存在啦。回望過去，呢一座曾經嘅港劇聖地，早就冇咗昔日嘅光環。上個世紀80、90年代，TVB 憑住精良嘅製作同埋強大嘅藝人班底，拍出咗《射雕英雄傳》、《大時代》、《金枝玉葉》等一大批經典作品，唔單止壟斷咗香港市場，仲承包咗大陸觀眾嘅青春記憶。嗰時候邵逸夫嘅經營理念同埋造星體系，令到 TVB 穩坐華語影視圈嘅頭把交椅，係無數藝人爭破頭都想入嘅地方。轉折點出現咗喺互聯網時代來臨，大陸影視業崛起之後，大陸平台加大投入搞製作，水平越嚟越高， TVB 嘅劇集優勢慢慢咁消失咗。再加上短視頻直播分走咗大量觀眾， TVB 嘅收視下滑，廣告收入亦都大幅減少。內部嘅問題就更加棘手，山頭文化根深蒂固，高層互相爭鬥，內耗嚴重，合約體系死板，留唔住人，節目亦都越做越套路化。
除咗新聞女王偶爾爆一次，大多數都係換湯唔換藥嘅老套路。曾志偉力推嘅大女主模式，亦都漸漸令到觀眾體驗咗。呢啲年 TVB 亦都唔係冇試過自救。曾志偉搞嘅綜藝改革、版權破冰、大陸合拍，亦都令 TVB 短暫回溫過，但係始終唔可以扭轉整體嘅頹勢。合作劇大多水土不服，綜藝改革之後後續乏力，再加上高層頻繁動盪，再好嘅規劃都落唔到地。如今阮瓊丹挖走核心藝人，高層鬥到不可開交，藝人紛紛出逃， TVB 算係陷入咗前所未有嘅困境。TVB 到底會唔會徹底冧咗？從目前嘅情況嚟睇，短期內想翻身幾乎係冇可能。外部面臨住大陸影視市場嘅激烈競爭，仲有新媒體平台嘅擠壓，內部嘅派系鬥爭、人才流失、制度僵化呢三大問題，根本冇辦法喺短時間內解決。但係瘦死個駱駝比馬大， TVB 畢竟有幾十年嘅底蘊，如果可以盡快穩住管理層，平息派系紛爭，改革合約體系，留住人才，深耕港劇特色，走差異化路線，未必唔係可以揾到一線生機。畢竟港劇嘅情懷仲喺度，仲有一批堅守嘅創作者，未必會徹底消失。只係眼下澳門頒獎禮嘅榮光早已經煙消雲散，電視城嘅奮鬥仲喺度繼續。阮瓊丹嘅千萬佈局可唔可以打亂港娛圈嘅格局？ TVB 又可唔可以喺呢一場內憂外患中撐起身？呢一場關乎港娛圈未來嘅較量，先剛剛拉開咗序幕。